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号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4874例本土病例，有48人死亡。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各地高原期也搁另加7名延后。诺贝尔化学奖台湾时间今仔暗头仔会公布，前中联院院长洪启辉外界认为是得奖热门的人选。北韩伫测试发射中程的弹道飞弹飞过日本的领空，美国、南韩甲日本联合军演透早发射4粒飞弹来警告北韩。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54874例本土病例哦，有48人死亡，220个中重症，是比顶礼拜三增加1成3。国内目前各地疫情的高原期哦。另外，指挥中心宣布讲，10月12日开始，要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买当来注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来看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增加的病例数有54874位，哈，那比起上一周的礼拜三，哈，那也多了13%。那这显示出我们目前的疫情还是在我们的高原期当中。那死亡个案的部分有48位。比较特殊的这个新生儿重症的个案，一位男婴，那妈妈的话是在生产前的4天检验阳性，那因为怀孕27周有出现产道出血以及宫缩，紧急剖腹产，出生时候的 PCR 是阴性那但是在这个隔天再度采检的时候 ，PCR 就转为阳性。不过病况算是相对稳定次世代疫苗的第3阶段的这个施打是从10月11号星期2开始，我们扩大纳入的是18到49岁的民众，也都可以来接种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的这个追加剂。那么现在 Omicron 的疫情现在还在高原期，那我想看数据显示，这个年轻族群的感染率是比较高，当然因为年轻族群的这个活动力比较强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接下来如果能施打莫德纳次世代的这个双价疫苗追加剂，然后可以提升它的这个保护力。来关心选战哦，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伊针对国内防疫家己拍分数，伊是拍85分哦，疫苗的采购拍90分。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是认为讲，咱国内的疫苗甲快筛试剂拢无及格。蒋万安嘛批评讲，防疫成绩应该是由民众来拍分数。伊建议陈市长应该去问染病死亡民众的家属，看会互伊家己拍几分哦。陈市长就讲，伫死者的身上做文章是真无道德。为了拼选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去北投市场扫街拜票，第一日家己评分，整体防疫是85分，疫苗采购是90分，给予台北市长高文哲批评。也那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是建议讲，应该去问染疫死亡民众因家属才对。陈时中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防疫成绩是要由民众来打分数，而不是自己自吹自擂。他应该好好去问100多名因为染疫而死亡民众的家属，会为他打几分？就像网友说的吧，如果是1000分的话，看他有没有80分。满分是1000分的时候，那对我而言，他的疫苗快筛剂，我认为是完全不及格。黄珊珊强调讲，进前接受专访的时阵讲，中央防疫有80分以上，是讲台湾伫咧全球的表现。拿白做伙批评防疫，针对蒋万安的讲法，陈时中认为讲，全世界死亡的人数大家拢真悲痛，替死者来讲，这是无道德的代志。那最近高文哲的行程，黄珊珊有做伙出席，但是中批评讲是利用欺负主管伫呼选。他们私人之间怎么运用，我想大家有一定的法治嘛。不过柯市长跟黄副市长放在一起，是不是对他们的选举有利？这尚待评估了。感受达到行政中立的底线，但是中认为讲应该家己去做检讨，伊无要做评论。蒋万安是批评陈时中用中央的资源。黄珊珊有台北市府伫斗3工，因那伊会用双脚行出一片天，证明伫这个选举内底，台北市民才是唯一的主角。记者综合报道。
年底选举剩无到2个月，大家拢正关心国民党中央助选团的副团长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什么时阵要开始帮参选人徛台？昨下韩国瑜甲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的郭志温，做伙出现伫一场餐会。也毋过韩国瑜是强调讲，伊只是来甲同乡会朋友聚会。郭志温是讲，韩国瑜10月开始会来帮参选人助选咯。你深色的帽仔，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现身高雄，显是要开始帮参选市长的郭志温辅选。韩国瑜面对着提问，敢若讲多谢，非常低调。好，谢谢大家。简单讲一下，谢谢啊，因为我今天同乡会，谢谢大家啊。4号来到高雄的韩国瑜暗时甲郭志温做伙来参加了餐会。郭志温在是讲，韩国瑜这撮来单纯是甲共乡会朋友来开讲，会中无讲到选举。若是何时要来甲伊辅选，伊讲尊重着韩国瑜的团队，互因家己来发布。伊也是照伊原有的节奏来行。也的确是很多人会喜欢他，但是有很多人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完全尊重很多不同地区这个补选的一个策略。如果候选人需要他站台，他会非常的乐意。郭志温嘛证实，韩国瑜10月会陆续帮一寡议员来徛台辅选。外团第一个辅选的行程，就是帮已故议长柯坤岳的查某囝徐彩珍来徛台。毋过徐彩珍讲，竞选总部成立，邀请真侪嘉宾，互伊叫阿叔的韩国瑜嘛伫咧当中。毋过伊才会参加，伊尊重着伊个人的意愿，嘛以对方团队公布为主。目前伊是还未收到韩国瑜要到的消息。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诺贝尔化学奖会伫台湾时间今仔暗头啊公布，前众议院长洪启辉，逐当拢互外界认为是热门的人选哦。尤其是伫去年的9月份，洪启辉得到威尔士化学奖哦。伊伫糖分子方面的研究一再得到肯定。日本有化学专业的网站就预测讲，今年洪启辉得奖的机会是真大。今仔暗头啊就知影结果咯。研究人员煞咧用溶剂甲反应物质来做各项实验，这过程所使用的方法是中研院前院长洪启辉伊所开发的规划的合成法。用酵素利用它们来去合成糖类分子，然后以及后来用化学方法使用一锅化，然后并且去测量它的反应性，等于是替这个领域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然后等于是打开了任督二脉。甲一般的传统合成法无共，要经过几落步，才会当得到上尾的结果。这种规划的合成法会当来即兴顺化的过程提高产率。洪启辉是全球第一个成功用加速技术大量来合成复杂多糖物的科学家。伊带领糖分子的研究对冷门变作热门。若相关的研究嘛，方运用伫咧癌症免疫疗法、心脏病，抑佫有传染病预防、体检，甚至是药物研发的各种层面。安排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我非常的感动，再次感谢。2021年公开场合，洪启辉表示感谢，伊伫2014和2021年刷咧得到沃尔夫和威尔士化学奖，外界嘛相信讲伊当来摕诺贝尔的奖项。学术界及产业界都有他很独特的贡献诺贝尔奖都有提名他。那我的研究主要是在了解这个肠胃道它提供的这些糖分子，它如何影响到我们宿主的一个免疫系统的刺激，能够了解是什么样的糖分子能够刺激，就是改善这个人体的健康。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员林俊宏，伊拜师洪启辉，主要是研究要了解糖分子甲幽酶类酸菌糖维度的细菌之间的关联性，也佫有相关的感染机制。林俊宏认为讲，糖分子技术因为药物甲生物制剂的研发，伫国内已经有铺头路，来成做生医发展的趋势之一。若安尼，洪启辉伊功劳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国庆要到咯，国庆筹备委员会公布今年活动的规划哦。今年是以守土卫国为主题，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讲，这是要强调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国歌是由国军甲海巡代表，佮马祖的四乡五岛儿童合唱团做伙领请唱。嘛头一届哦，3个所在连续直播。国庆宴会今年是伫嘉义，会放26000粒的宴会。相信国庆就要到啊！111年以守土卫国、你我同行为主题，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立法院长游锡堃讲，这边主题甲俄乌战争有关系。面对中共无极限的霸凌，要强调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
我们表现比乌克兰人毫不逊色。台湾人一定要把先贤的台湾精神找回来，一定要效法先烈守土卫国的精神。因为疫情有较降来，今年国庆将会比前2年较开放，会邀请1000位民众到现场观礼。配合大会主题，国歌将会由7位国军加海巡的代表，一个马祖4乡5岛的儿童合唱团做阵演唱国歌，并且第一遍以3地连线方式，伫当日的各级北乡代表，一个田外地的左营军港的塔岗站现场共同演唱。国军的运输直升机也吊挂大北的国旗，用2台乌鹰直升机引导加带随。通过总统府头前广场的天顶，因那大家正注意的国庆宴会是让了18年了，搁刷到嘉义关。我们会看到在故宫南面跟至善桥的后面，庆筹会漂亮的焰火在后面释放。国庆宴会表演时间差不多45分钟，一放差不多26000粒烟火。过程中，一个会结合水舞、光雕、无人机加高响乐团看媒介演出。活动的区域也规划400打有特色的单位，后边将会当哪看哪食好料。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市有一个捌到过模范公务人员的前水利局的挂科长哦，伊向逼讲伫2017年向厂商来讨轿车，犯着贪污罪，互台中地检署提起公诉。台中地方法院1审是判伊有期徒8档，嘛爱交出不法所得23万。市政府表示讲，即卖已经注销伊的模范公务人员的资格咯，嘛尊重司法的判决。2016年，徛伫咧当时的台中市长林佳龙边啊，得到模范公务人员的肯定。这名前台中市水利局临时科长，2017年间承办接管的工程，因为向得标的厂商要求提供3台轿车，而且支付加油等等的费用，台中地检署去年提起公诉。台中地方法院审理认为已经触犯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伫咧职务行为上收受无正利益罪，判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4年，而且没收犯罪所得23万外块。所以构成了抗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的对职务上的行为收受不正利益罪。本院的合议庭法官判处被告有期徒刑8年，并褫夺公权4年，同时没收他的犯罪所得，合计有新台币23万1322元。被告辩称，车辆是公司运用，无因为使用汽车来甲厂商放水，而且强调是公务机关的管理，无任何对价关系。但是第二合议庭无接受辩词，认为伊身为科长应该奉公守法作为下属的表率。犯罪了可能缓刑，无任何的反省，因此判刑。但是有案会使上诉。我这边不接受采访，因为他也离职啊，他那个事情都是在106年的事。当事人无愿意受访。台中市民事处表示，林姓前科长2020年已经降调到大雅区公所担任科长，判刑定案进前依然是公务人员的身份。2021年已经注销伊模范公务人员的资格，而且追缴奖金也奖状。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台湾10大枪击要犯之一的张世平，伫2007年被判无期徒，伊申请过18届的假释，拢被驳回，所以决定讲要提出行政诉讼。今仔早起伊嘛亲身来出席诉愿的开庭。这个同一个人，他关在监所里，然后他这17、18年来都没有违法的记录、违规的记录，然后他也一直持续的在往前的在接受这个矫正教化。那为什么现在变成再犯率会提高？为了他犯罪的这个事实来做一个相当的一个偿还的时候，那我们也想知道，如果他可以回归社会的话，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犯过真侪件绑票案的枪击要犯张世平哦，伊的手段是真粗残。伫2005年被抓到以后，伫2007年被判无期徒。伊伫台湾国家监被关超过17档咯。过程中哦，是捌申请过18届的假释，拢被驳回。伊认为讲伊受到无公平的对待哦，所以提起行政诉讼。今仔是头一届开诉愿庭，所以张世平嘛亲身出席。调整署嘛发声明指出，讲张世平有继续教化的必要，所以才会驳回伊的假释。
再来看顶个月底，新北市三重埔一个警察误会这民众是通缉犯甲这个人害怕，这个受害者黄先生今仔个再出面指控警方滥权、乌白掠人。警方表示讲，因伫第一时间就回事咧，嘛去慰问过几啊届哦。这两个警察已经记过调职咯，10月12日甲受害者来调解。新北市三重埔一个姓黄的查甫人，9月20暗时行伫路里，向互穿白色便衫的警察抓落来。警察误会伊是通缉犯，甲拍甲伊规身躯伤，包括边仔乌青肿起来。找过伊伫立委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想起迄暗伊也是真惊吓。事实上，那时候我身份证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只要一按就知道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竟然是把我当狗一样拖到警车说上去到我们那边讲。黄先生手腕也阁有手铐伤到的痕迹，阁会想到迄暗伫咧警察局，警察伫边仔笑的模样。对此，新北市警察局表示，已经将拍人的两个警察送地检署侦办，嘛记过甲调职。新北警方从事发迄今，已向黄民关怀慰问9次，当事员警并已于9月29日主动申请调解，并将于10月12日进行调解。但是因为他们，我不敢看到他们来，我不敢去，不好意思，我不敢去，谢谢。黄先生吹沙收到警察故意伤害甲妨害公务的通知书，叫伊去派出所领传票。伊表示伊压力足大，唔敢搁踏入去派出所啊。新北市警察局退出干那表示，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已经完成调查，等待检察官找出真相。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镜电视申请执照，敢有政府高层的介入 ？NCC 的主委陈耀雄今仔早起去立法院备询，国民党团庭事发言，要求爱撤销镜电视的执照。陈耀雄爱落台，陈耀雄是真不满，要求因爱尊重独立机关哦。那赢嘛抗议，所以现场是真混乱。时代力量甲国民党团嘛临时提案，要求爱成立调查小组。另外，陈耀雄嘛证实讲，镜电视要刷到第55频道的申请案，今仔早起已经互退回了。TVBS 电视台会当继续留伫第55台。南亚立委包围 NCC 主委陈耀雄，大声话叫家里主委落台。最近因为镜电视新设案争议完未煞，陈耀雄初5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针对镜电视的新设案做专案报告。国民党立院党团甲去动员，要求停止发言，而且轮流发言，要求镜电视爱撤销执照，陈耀雄落台。陈耀雄是牙牌反击，要求爱尊重独立机关。经过主席调解，委员会才恢复特殊。因那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执询的时阵，持续质疑 NCC 泄密。你要不要查你们 NCC 内部是谁？违法泄密。开始就认定是我们 NCC 泄密，我觉得这个证据何在？7月16号那一天是一个视讯会议。讯息是怎么出去？好，那你说一开始就主委，你要不要查？你只要回答我，你要不要查？你不要扯东扯西。我没有扯东扯西。我告诉你，你只要去问当时今天。面对陈椒华的质疑，陈耀雄回应讲，无充分证据证明 NCC 泄密，双方阁为着录音带是真是假，伫遐一句来一句去。南亚立委是针对镜电视甲镜周刊牵连真深，镜周刊的员工领镜电视薪水等等的争议，要求讲这个代志若是事实，就应该要撤销执照。是1个月之内会处理呢，还是1年之内呢？对，这差很多。年底之前，随时都可能有资料出现，我没有办法把握。年底之前不是啊，你不能说随时啦。对不对？那他已经违反你们的规定，已经高达1年啦。也是最近才掌握到这个问题嘛，所以我们应该去处理。陈耀雄强调讲，这个部分爱阁做了解，因若敢是要废止，爱由委员会来讨论，已经有赶紧伫处理。因为小连续有新的事情，目前也无把握当时才会当处理完这个案件。针对镜电视侪争议，时代力量甲国民党团拢临时提案，要求成立调查小组来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国股市大起的影响，台湾股市今仔表现了嘛袂歹，盘中是大起超过300点哦，最后收盘嘛超过113,800点哦。我感嘛真关心讲，台股反弹，国安基金敢会考虑退场？财政部长苏建英早起伫立法院是表示讲，明仔载国安基金会先开会，应该是会先维持现状。外界风声讲，美国上紧伫即礼拜会宣布讲要针对中国的科技业来提出制裁，
可能会去影响到咱国的半导体产业。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因会密切来注意，卖来提出应变的措施。伫美国股市四大指数连续2天拢起，台股伫咧初五拜三早盘是开悬行悬，由电子权力股带头，半边是红记记，盘中是去超过300点，到13880点，行到去10日线。台股反弹，外界也伫咧关心国安基金拜四要开例行记者会，是不是考虑退场？国安基金明天是例会，例会的话，基本上如果没有意外的状况的话，大概不会做出比较重大一个决定哈。财政部长苏建荣暗示讲，国安基金暂时未退场，严格也是强调，就要看整体基本面才来决定。伊若伫咧国际经济方面，外传美国上紧伫即礼拜宣布防止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措施，包括限制会当生产14奈米以下晶片的设备出口。有立委担心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可能会受到影响。我国政府针对于供应链，我们是不是有应对的方案？我们看起来对我们其实对台湾来讲应该是比较没有影响。供应链会不会影响？应该是不会影响，因为台湾还是可以去买得到相关的设备、材料等等，这个没有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美国政府也未正式公布新的措施，会密切注意相关的信息。若到时真正敢若媒体所报道的限制14奈米以下设备出口，咱国也有相关的应变措施，未去影响到台湾半导体生产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提出警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讲，解放军在2027年进前就要做好拍台湾的准备。咱国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尊重伯恩斯的言论，嘛强调讲，咱的国军逐天拢有做好战备的任务。针对8月份中共伟大的军演，邱国正嘛坦白讲，中共毁掉海峡中共线的共识会甲伊看作是入侵领空。若使中共真正有踏红线的行为，咱的国军一定会反制。台海情势紧张，美国 CIA 中情局长伯恩斯警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强军2027年进前做好武力反台准备。两岸未来几年发生冲突的风险慢慢提升。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讲，会参考相关资讯，国军逐天拢会做好战备任务。国军没有讲什么2027、2029的，国军的工作就每天做战备准备，把2027这些东西，我以前也听过这些言论嘛，我尊重因为他有他理论的基础我不会去否定他。因若台湾政策法案规划，美国会提供5年65亿美金的军援。咱拢深受武器的选择权，也是被迫照单全收。对此，邱国正回应讲，伊有责任坚守立场，未被影响建军的方向。也若中共伫咧8月发动大规模了台行动，你会关心海峡中线是毋是还佫存在？邱国正证实，中共摧毁海峡中线无公明的约束，台海现状已经被改变，将会将敌方侵入领空看作是第一击。只要你跨过那个红线的话，是我们认为那个所谓不只是现状改变，是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对，所以一定会反制，没错吧？是，还有无人机等等的，那我们把已经也调整飞越了航空器，对，我把它改航空器，我知道，就无人机包括在里面。实体，对，实体，我就认为它就算第一级。前政政局长简淑慧10月要退伍，以退伍进前8月带团去美国加美军交流，行程互人传出。国防部第一时间讲，这是假信息。李伟批评这是严重的泄密，要求邱国正铁闸听取。事情的真伪你必须查清楚啊！我了解要查清楚之后，该惩处也要惩处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案啊！因若兵役延长1年，是不是马年的广告？邱国正讲，这个问题时间真急，正伫咧规划准备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早起伫立法院有立委问环保署长，敢有支持地方的公共便所来设免治马桶环保署是表示讲，目前的预算是无啥够。另外，针对气候变迁引发的修法，有立委是问讲，修法若使通过，业务量应该会增加真侪。环保署嘛强调讲，到时阵因的骹手一定是无够。
强调要以互市民的生活会当舒适。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9月初提出伫公共便所设置免治马桶的政见，讲这是幸福政策之一。立委赖慧媛早起伫咧立法院卫环委员会质询环保署长张子敬，问讲敢会当补助地方将公共便所拢换做免治马桶？张子敬是坦白讲，环保署无一个钱通补助。地方他如果他有预算，他愿意去做。我们还是会支持的，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全面这样要求，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预算可以去支持。环保署坦白讲无钱，阁无人。民进党的立委苏巧慧指出，这关系到国内推动减碳的气候变迁因应法草案，若是修法通过了后，环保署的业务量会大大增加。目前的人力甲预算恐惊会无够。那张子敬是表示是完全无够。没关系，现在我们已经就既有的人力尽量去挪出一部分同仁来做。但是显然现在的是还不行嘛，远远不足。好了，人员还是不足。其实从组织法一直到组织法的推动，其实才是我们整个环保署的业务的重中之重。环保署无钱，阁无人，有袂少执政党的立委拢先表态支持法案排审，以组织法优先，要先互环保署顺利升级做环境部，若无资源无够的问题是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韩伫初四发射中程的弹道飞弹，佮飞过日本的领空。美国、南韩佮日本昨嘛针对北韩杀人的行为来举行联合军演哦。今仔透早，南韩佮驻韩国美军又搁发射4粒飞弹来展现实力佮决心，嘛来警告北韩。联合国嘛谴责北韩政府。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初步证实。南韩甲美国双方透过初步透早的联合军演，向东海总共发射4粒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地对地飞弹，并且精准射着目标。不过，南韩军方发射另外一粒现武力型飞弹，敢若是偏离轨道，落登基基地失败。这是韩美连续第2天针对北韩的导弹试射进行联合军演。韩美随时的空中联合军演，南韩的空军出动 F-15K 战斗机。对沿海模拟目标射2粒联合定向的攻击炸弹。These exercises are an opportunity for our military members to work together to exercise those capabilities. To one, send a message that we are prepared, and two, that if we need to fight, we can, and we can do it together. 北韩随时再起向日本的方向射一粒火星12型中程弹道飞弹，大约是飞了4500到4600公里，飞过日本的北海道甲青森县的天顶了，落个太平洋海峡，引起日本发布国家级的警报，希望民众赶紧避难。这也是2017年了后，北韩导弹试射再度飞过日本的天顶。随时再起，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甲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出动 F-15、F-2甲 F-35战斗机，总共12台，伫日本的九州西平举行联合训练。美國總統拜登加國防部長奧斯汀也分別加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一個防衛大臣冰田正義通電話。This recent launch, which again posed an unacceptable threat to the Japanese public, as you noted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question, this is the 39th ballistic missile that the DPRK has launched in 2022, and this kind of continued action, not only is it unlawful, it is destabilizing to the region and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联合国秘书长古迪瑞斯伫初时发表书面声明，强调北韩的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希望金正恩政府随登到谈判桌，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军事专家讲，北韩最近对无共地点发射飞弹，有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各种环境之下的飞弹应用能力，收集相关资料，强化实际战力来突破南韩的防御网。南韩尹锡悦政府5月上台了，北韩已经发射9粒导弹，不过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北韩休息一段时间。不过到月底又搁开始试射，即便试射中程弹道飞弹，会让看作是半人，了可能会搁再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甚至进行第7遍的核试爆。公司新闻监管请编辑。再来看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到底敢有要买推特咧？伊的态度是欢喜欢乐。上新的消息是，推特公司证实讲，马斯克会依照原本的协议，以1个54.2块美金的计数来收购推特。消息传出哦，推特的股票是一直起过程中哦，佮暂停交易2届哦，收盘是大起2成2。
就伫世界第一富人马斯克，因为促销收购推特公司的协议，互对方提告，无到2礼拜就要拍官司。推特公司初时甲监管当局表示，马斯克提议用原本提出的美国54.2美金的价钱完成收购。消息指出来，推特盘中股价称悬2摆暂停交易，收盘大起12%到美国52美金。I think Musk realized that he was going to lose. I mean, this was one where all odds were stacked against him legally. He was going to end up having to own Twitter one way or another. Saves him a black eye in a long and ugly court battle. 马斯克知影这笔440亿美金收购交易无论如何拢会完成。法院原本17要开庭审理。马斯克的条件当中包含法院马上停止所有诉讼行动。马斯克4月宣布要100%完全收购推特，7月表示，因为推特违反合并协议内底真侪项条款，包含本社小号甲解雇部分员工等，要停止这笔交易。推特提告要求履行承诺。The easy part, ironically for him, was buying Twitter. The hard part's going to be fixing it. 马斯克常常使用推特，自认是拥护言论自由。拜二，伊才在推特提出俄乌和平方案，佮邀请大家投票，结果超过6成反对。伊表示这是上大机器人虚假社会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市网甲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讲，因一对3岁查某的双生仔，才去读个月哦，互老师拍55届。教育局是表示讲，10月24进前哦，会来完成调查，若是有违法上严重，会来撤销这间幼儿园的执照。为幼儿园监视器画面看到，生出来园长出来缀囡仔的头，囡仔险险啊为椅仔跋落来。妈妈吴小姐看到画面真心疼。吴小姐讲，伊8月甲双生仔送到网甲这间私立准公共化幼儿园，囡仔技术伫1个多月时间内，受到园长甲老师暴力对待55摆，导致我的小孩对于上学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恐惧。那姐姐甚至在新的学校上学时，已经有出现自残的行为。作为他们的母亲，我真的非常的自责。为什么我会将我的孩子送到这一间学校？吴小姐表示，家己的囡仔有发展较慢的状况，园方对特殊囡仔无耐心，佮暴力对待。不过园长表示，无暴力对待囡仔的代志。没有，不是真实啊，没有真实啊。我们是有教小孩子，可是没有施虐他嘿，等那个教育局裁判嘿。这间幼儿园有人查出超收，教育局表示，调查报告会伫10月24进前完成，若是事实，会使罚6万到60万，而且撤销准公共化幼儿园的补助，上严重会使撤销执照。好，目前针对超收的部分，我们是罚了6000元。那针对不当管教的部分，我们等调查报告完确认之后，我们会再另案再做开罚。目前2个疑似起卡动手的老师已经自愿为幼儿园离职，但是生出来园长要踮伫咧幼儿园。参与记者会律师表示，准公共化幼儿园摕政府的补助，法律上会使定位做行政助手。若是有家长对幼儿园提告，行政机关可能就负责赔偿，这是现行法律的人旁。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这个月初暗时哦，台东市丰原里的里长了解民宿的人客半暝啊唱歌去查着厝边的代志，结果这里长煞互民宿的头家哦拍甲重伤。今仔早起有30外里长就去公所来声援这里长。轰拍着伤台东市丰原里的里长施学志，伊的正脚控照哥坐轮椅来到台东市公所接受里长研议会会员的关心，30几个里长联合来谴责暴力。初一的暗时啊，台东市丰原里里长施学志接到里民投诉，讲有民宿伫唱卡拉 OK 伤过头大声。伫个警方还未到现场进前，里长先到，煞去互啉酒醉的民宿头家，甲饲伫个涂骹咧拍。尾啊，加载有里民出面甲因扭开，才甲里长甲救起来。不过里长的正脚可能就要开刀治疗。我刚下车也，但是脖子锁着，脚一踢就断了嘛，我就躺在地下。他一直打。因为里长的工作算是公益的执行公务，不过煞无公保嘛无薪水，敢若有事务补助费。不过，台东市公所强调讲，会替保障里长执行公务的安全，已经甲调关里长个人的保险费1年15000块，也佫有团体意外险。不过这边遭受到暴力伤害，这个保险对里长来讲，还佫是无够。未来会甲县府各议会来争取较侪补助。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修法啊？在法令上许可之下啊，我们这个保险费是不是可以给它提高？我们也希望
在台湾的社会，大家能够更有包容的心，能够更有法治的观念。这个事件，民俗的头家阁对救里长的民众，阁有里长提出告诉。市府表示讲，会请法律顾问来协助，袂让里长家己一个人去面对处理公务，阁生摊出来的司法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斗南有一个长起的建案，造成附近的厝墙壁开，地板嘛歪起哦，计共受10外户受到影响。要安怎赔偿，目前是阁无共识，所以民众希望讲，县政府会当来斗相共。有着袂保调，不满发着抗议口号，遭名大户上午来到斗南一处新建案工地边仔，要求建商提出诚意。结果因为建案时间所造成的污损，当地大户表示，2个月前工地时间，毋但造成厝中的泰路拢闭去，连壁嘛出现真大寸的壁痕。为着要来看，讲甲卡开，讲要甲服药，了，怎看到安尼，怎甲拼咧？甲拼咧哦！你来看，我即马要去3楼，拢足惊，这拢拆开吼，拢还有离开啊，规个地砖拢离开。主建路就开始受到影响了，所以已经列到前面来了。因为它目前的施工现在才做一点点，就开始造成这样的现象。那我们的诉求很简单，要求它立即停工。当地里长表示，目前受影响的大户有13户。拢未和建商有赔偿有损的共识，对此建商就表示，会阁以向受损的大户进行签署协调，但大户嘛伫9月20号向文管府递交定情书，希望主管机关会当维护大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公司还是秉持明晃和睦啦，不会说我们不处理啦，只是他一直说他没空，那我们去处理。那就是由建商先去出动，先去发动那一个零损的鉴定报告。这些报告都是说他这个东西是，他说不是他没有所谓造成的零损，没有这件事情的话，租户不服，他也可以再去找那个第三公共单位来做。建设署表示，如果双方所做的零损鉴定报告结果有无同款的意见，后续者有关部门各委托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各做一届鉴定，确定是毋是因为时间所造成的损害，后续阁会来了解建商的施工状况，协助大户所提出来诉求。记者为你报道。来看教育部的事后退场审议会已经公布有7间学校来做专案辅导的名单内底哦，其中河村技术学院第110学年度已经停招了，明年的5月7日会停办。外界嘛正关心讲，受到这假化影响上严重的私立的高中职，目前盘点的进度是安怎？教育部是表示讲，需要辅导的学校应该会超过20间。半年过去啊，教育部长潘文忠又搁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报告业务，因为事后退场审议会测试才决议，河村技术学院明年5月7日停办，有立委关心师生的安置。明年的4月前，像他们相关的这些学分等啊，能够完成他就会在原校来毕业。那对于因为还在其他年度啊来就学的同学，那我们目标是在这个寒假调查学生的意愿。111学年度结束的时，河村敢若剩38名学生。教育部要伫明年休寒调查意愿，尽量替老师找头路。因为退审会到达已经公布3波，计共7间学校的全副名单，全部拢是地专院校。惊细少影响上严重的，就是私立高中职，到底是有几间？教育部后来才讲出一个数字。核对一下之后，再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哈，署长，有可能的对象有多少所？应该会超过20所。需要全副的私立高中职可能超过20间，不过国教署强调讲，实际结果要由退审会开会讨论才去公布。事后工会认为讲，全国有300多间私立高中职，负担是袂少，不过有关希望赶紧处理，让社会知道学校的办学状况以免考生再误入这个地雷学校。国教署清查因管辖的私立高中职，6都的私立高中要由因的教育局来调查，也要造成退审会认定。游永辉表示，6都要赶紧来查，卡免考生选到这寡学校。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把关电视新闻针对选举的报道，敢有公平正确？有传播学者发起6都甲新竹市候选人电视新闻声量的统计研究哦。按算讲，对10月7日开始要来统计，未来1礼拜会公布一届的结果。年底选战剩无2个月，各候选人全力在力抢。
电视新闻报道是正重要的传播管道，可能会影响观众的投票。为了要把关电视新闻是不是公平正确的报道选举，纪录会传播学者发动纳刀新北市长候选人电视新闻声量统计研究。我们也记录各个有线跟无线这个电视台在北中南6都及各政党候选人是否存在一个偏重跟不公的问题。在这12家的一个电视台里面所获得的报道的时数跟声量，以及选举的结果是否有关联性。最近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副教授林家兴讲，今年选举的情势。因为各政党拢无明星候选人会让传领全党的气势，所以少年人投票率应该袂悬。传统的政党支持者将会决定选举的结果。要拿电视媒体，如果是人家依靠的媒体，电视台你有立场，那你就对这样的新闻多报道一点，这是很正常的。报道这样的新闻，基本的这种新闻平衡、新闻查证还是要做。初步做量的呈现之后，后续正负评的部分，看有没有必要适度的再来做分析。那这后续观察的重点，以上。这项研究是由复工大学主导，将会监看12间电视台中昼甲暗时的新闻，关照新闻目标锁定6都甲新北市。自10月初8开始监看统计，以后每礼拜拢会公布资料，一直到选举结束。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后，代替花东线新秀高乱溪桥毁坏甲真严重，上计要3个月才会让恢复通车。也毋过，像是连假要到咯。目前玉里到富里的路段，大概半点钟的车程，嘛是爱用公车来接送人客。有一寡旅客就怨叹讲，公车的车帮实在上过少咯。为了要接驳代替花东线玉里到富里这段也未通车的旅客，一早起接驳车就伫咧玉里火车站台边。目前玉里站有停5台接驳车、3台台面车，每半点钟发一班。旅客到富里站了，结果坐区间车到台东。那大概玉里到富里之间的车程大概要多久啊？25分。有东里和竹田的那个客人也要给他下。资讯上面比较不清楚。资讯上面不清楚，那等的时间会不会很长，或者是不会？一下车就有，一下车就有车了哈。918地震造成花东线铁路中断，花莲玉里到台东是用类火车接驳。顶个月30开始，所底正做玉里到富里之间爱坐公车，有一寡旅客讲车伤少，代替用资料证明车有够。上个礼拜6、礼拜天的运用状况，玉里端最多用到4辆，那平均是2到3辆。那富里端最多用到3辆，有时候是1辆、2辆的游览车。代替运务单强调，伫咧假日人较多，玉里甲富里站拢有备车台面，不过普通时就人较少，无啥人坐。双一连假会看旅客量，机动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公山的顶宝溪涉水池最近生态活跃了袂歹。7月份发现讲有9只保育类菱角鸟飞来，高雄教会嘛发现讲现场阁有单出世的菱角鸟哦。教会表示讲涉水池的环境佮生态是恢复了真好。水利局嘛表示讲，因会继续甲生态团体来合作。菱角鸟伫地方池内底点头找物件食，看起来真古锥。高雄水利局甲高雄野鸟学会合作，伫公山点宝溪地方池营造栖地。今年7月，因为气候真好，复育有成，迎来9只保育类的菱角鸟伫遮生活。最近甚至是全国第一摆看到扑出3宿的菱角鸟。大概有一个小族群在这边活动，然后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漂浮植物去栖息，甚至是繁殖。细只菱角鸟伫枯叶植物内底转来转去，毋拿菱角鸟，白灵星嘛会到地方池休困找物件食。教会表示，点宝溪地方池是淡湿的地方池，比起大个也是水位关系差较大的地方池，伫栖地营造顶管较适合。今年水利局更将与鸟会在大树旧铁桥湿地合作，未来会与各 NGO 团体更紧密的合作，营造更宜居的生态栖地环境。点宝溪是高雄第一个做栖地营造的地方池，即马当地生态真热闹，嘛变做真好的案例。水利局表示，未来会继续甲生态团体合作，营造更较侪生态栖地，有近人甲大自然的距离。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即摆日期是愈做愈接近真卡真手咯。咱来看，捌代表澳洲参加2004年雅典帕运的游泳选手杰西卡·史密斯伊出事就减1支手骨，也毋过后来透过
高科技的仪器，可以当正常的生活。咱做回来看卖。这毋是机器战警，或者是《魔鬼终结者》电影内面编出来机器人的故事。这是英国利兹一间科技公司 Coffin 为手有肢体障碍人所设计高精力人工手盘。这款强调功能性的仪器，用精密的机械，和仪器自手盘到转头啊，会当做出比传统仪器更加优的动作，也当透过云端资料库，即时得到研发厂商的协助进行维修加升级。不代表澳洲参加力抗控诉雅典帕运的游泳选手杰西卡·史密斯要伫咧使用。I was born missing my left arm, and to this day there's been no explanation as to why that occurred. And then unfortunately, when I was 18 months of age, I suffered a burns accident in the kitchen that left me with prominent scarring on my neck and chest, but hasn't stopped me from achieving my goals in life. 因为伫细汉时阵用巨型的仪器，可以伫咧灶骹内面加装烧水地锅引导，尾也爱意识皮肤加正当的复健过程，和杰西卡对仪器正惊。到2002年，英国利兹的科技公司 Coffin 甲伊接触，希望伊来试用新型的手的仪器。We've tried to build in the AI technology which allows us to connect to the hand anywhere basically in the world and change configuration on the device instantaneously on the fly for the customer. It saves the customer going to the clinicians directly or travelling, the clinicians taking time out, and we can make them changes to benefit the patient. 用手甲脚的仪器的障碍者，伫咧装仪器了，拢需要时间来练习。适应即款本来无属于家己身体的机械，这对不是运动员的杰西卡来讲无啥困难。这么伊除了家庭生活以外，也全力伫咧巡回演讲，希望用家己的成长经验，互有肢体障碍人会当接受家己甲别人无共款的外表，也互社会对即款有障碍人更加包容。公司新闻持家林编辑。来看美国加州有一间公司设计一款机器人，这款机器手骨会当用来斗相共治马铃治疗，因为伊唔惊烧，可以当同齐来处理无共款的料理，嘛袂使性地哦。头家就讲实在是真好用。甲打只制好的马铃薯钱卡起来，好滴油，了后倒来拿底。这个机器人手骨动作是真流利，煎出来马铃薯钱是酥酥。这个机器合作 FP2 是放伫灶骹内底，以人工智慧控制，用来煎物件机器。When an order comes in through the restaurant system, it automatically spits out the instructions to Flippy. Takes a frozen product, fries it for the precise amount of time, and puts the finished product in the end. It does it faster, more accurately, more reliably, and happier than most humans do it. 这个公司表示，这个机器会当伫同一个时间内底，按无共食谱做出几啊种的料理，来降低灶骹骹手的需求，出菜的速度也变较紧。These food identification cameras. The cameras not only guide the robot and tell it exactly where it is in space and how to move through this area, but also identifies the food type and it knows the recipe for each one. 因用5年的时间来开发这个机器，伫设计甲听识编码是下真侪心情，还佫互这个系统学习甲灶骹的亲密感。目前美国已经有素食连锁店嘛引进这个系统伫灶骹甲因斗骹手。We have to have a really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food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food quality is there, how different food sticks together, how it cooks over time, how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heat go into it. 这间公司真正都推出会晓煎汉堡甲肉排机器人，最近还佫长伫研发做饮料的机器人 CP， 有杯啊甲树讲等等，希望未来会当制作出完美的饮料。不过伊嘛强调讲，机器人是来斗相共的，餐饮业求新求变，到时人工的资源会当运用伫咧其他领域内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中亚国家哈萨克哦，大部分民众拢是穆斯林，国内是有2900间的清真寺，只有真少数的天主教堂哦。这教堂的信宝上嘛，拢甲别所在无共款，因的面甲服装哦，看起来拢亲像是游牧民族。咱做伙来看卖。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到月中访问哈萨克，特别到首都阿斯塔纳的这座教堂来教学拄则完成的这帮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对画面上会当看到玛利亚甲伊抱的囡仔模样的耶稣，也有边仔的天使的画像，面色啊服装，甲世界上其他真侪教堂拢无共款。基督教是起源伫咧中东，伫欧洲发扬光大。最凡是圣母像甲耶稣画像的教堂，面色啊拢是欧洲的白人。毋过伫咧传教士行遍世界各地，为了要传教，即款圣像的面色啊出现多样的风貌。
有穿农民服装嘅亚洲人，一个穿非洲长袍嘅非洲嘅黑人。所以本身毋是基督徒嘅哈萨克画家卡西莫夫，接到为圣母像委托时阵，就希望以这部作品会让充分展现出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的风情。Кимишек его одевают замужние женщины. Вот кимишек, как бы он головной убор, он закрывает женщину до пояса. Вот. Его одевают замужние женщины. Видит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ообще он одевается, что волос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закрыты. Но я немножко приоткрыл волосы, чтобы хотел показать немножк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мальчике рубашечка. У нас он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ит-койлек. Ит-койлек, она одевается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первый раз, и потом она хранится всю жизнь. Вот. Первая рубашка – это первая рубашка. 自从经苏联解体，哈萨克恢复独立主权了，逊尼派伊斯兰就成做当地主流宗教。目前，伫咧全国大大小小清真寺差不多2900万间。相比较之下，基督徒毋但是人数少真多，教堂的数量也真少。像哈萨克全国天主教的教堂只敢若53间，是三大基督宗教内面上少的。特别是德国的移民伫咧前苏联解体了，真侪拢转去德国，天主教徒的人数也少真多。目前教徒人数差不多25万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67%。不过卡西莫夫讲，保养无同的文化甲宗教是哈萨克的传统价值。Весь мир, он целен, он одинаков. И ценности, любовь, ненависть, все чувства, они у людей одинаковые. 卡西莫夫讲，伊正想要看讲，这部名叫做《欧姆超波之母》，带着游牧民族风情的圣母画像，伫咧哈萨克甲全世界天主教徒眼中，甲大部分欧洲白人形象的圣母来比，会有啥物无共款的价值甲评价？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加28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加24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